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2019年度反恐形势国别报告，在中国部分批评中国继续以反恐名义打压和监控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利用反恐为借口，自2017年4月以来，在东突厥散将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集中营，并制定新的法律指导意见和采用新的执法工具对东突厥散加强监视。在中国部分报告指出，中国的反恐仍然难以与中国政府打压其认定为分裂和颠覆和平活动区别开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反恐目标仍然针对所谓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的维吾尔极端分子，尽管缺乏证据显示叫做这个名字的组织仍在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对非洲信贷政策为空洞承诺。声明指出，美国致力于与非洲建立更健康和更为繁荣的长期伙伴关系，但上周举行的中非论坛却令人遗憾地看到中共的空洞承诺和陈词滥调。蓬佩奥指出，北京开出空头支票。蓬佩奥指出，习近平虽然表示坚持人民至上、生民至上，但与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未能承诺真正保持透明和为疫情负责任。中非特别首脑会议于6月17日通过视频会议举行，在峰会上，中国外交部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领域做出承诺，特别是建立 5G 网络，优先使用武汉肺炎疫苗，并免除今年到期的非洲国家的无息贷款。因在武汉病毒的爆发地中国武汉市报道当地武汉病毒疫情的中国记者张展，因寻衅滋事的罪名被逮捕。据中华南华早报报道，张展的父亲正是其子在上海市被正式逮捕。张展曾于2月前往武汉市就武汉肺炎病毒疫情进行直播报道，并撰写文章批评官员对病毒采取的措施。今年37岁的张展的家人表示，他们的女儿于周五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逮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在白宫举行会议。特朗普说，期待美波两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波兰还宣布购买32架 F-35战机。特朗普说，我们还与波兰就发展波兰核电站的协议进行合作。特朗普表示，波兰提出希望增加驻波美军的规模，美国可能会将部分从德国撤去的美军部署至波兰。特朗普在双方联合会议上强调，波兰会承担驻军费用。特朗普日前表示，将把驻德美军人数减至25000人。他说，德国只支付了他必须支付的钱的2%。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沙特政府在经过评估和分析后决定，今年的朝觐活动仅向居住在沙特王国境内的朝圣者开放，旨在保护朝圣者的安全，并尽量减少传播风险。对此，世卫组织表示赞许，同时支持有关国家将民众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